来看高雄市政府唔敢大意，除了清查相关连锁幼儿园，最近嘛扩大清查高雄市2700多间医疗院所，嘛发现讲有4个医师用药不当，涉嫌开苯巴比妥治疗肠仔菌架。会依照医师法甲管制药品管理条例，要求停业1个月到6个月，会罚11万到33万。高雄市政府19早起开记者会公布，针对新北市幼稚园甲囡仔吃药的案件，高雄市政府扩大清查全市2702间医疗院所，抑个药局，其中145间有苯巴比妥，发现有4位医生涉嫌开药无妥当，会依照医师法甲管制药品条例，甲因罚限因停业，而且会罚钱。我们就裁定停业1到6个月，并科罚款的处分。对于呼吸道的感染，它并不是一个适当的用药。那在婴儿肠绞痛的话，也并不是一个符合医疗常规的用药。市府通知捌去过这4间诊所，最近1个月内使用这款药啊，或者是半年内使用这款药啊3届以上，也未满18岁囡仔，会当到高医永壮等4间医学中心免费接受医疗评估甲看诊。要若防处罚的医生是法院案，讲因是正常在开药啊。脑膜炎、热痉挛会抽筋，然后书上说那个抽筋的那个持续性的抽筋可以吃苯巴比妥。吃药案件继续在咧逼，也互医生烦恼，讲会引起家长惊吓，造成甲病人之间互相无信任。那亚平台早起也呼吁市政府爱甲调查结果讲清楚。你应该就这件事情说清楚、讲明白，到底是喂药还是喂毒？面对大众记录，高雄市政府甲医生表示，若发现厝内面的囡仔找无原因爱困，而且脚无白在顶前行，会当主动就医厘清。另外，苯巴比妥的半衰期是3天到5天，通常袂因为安尼就留一个病病。若长期食这款药啊治疗养气，就必须要经过医生定期追踪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捌地面。